家家有好食，马莎国家来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周比。大家好，我係燕燕。以前你用啥都唔係上班族嘛，吼。係。既然對上班族有了解冇？有90%以上嘅上班族啊，當好啲當做嘅時間，啲茶水間。你喺看緊連續劇當中啊，那就是一個八卦的地方，可以嗎？容易的。你可以再深入一點的了解。深入一點，就是講主管的八卦不應談多。我唔係啦，八卦是其中之一。重要係講，大家無限切磋，當做食飯，當做啲茶水間，好好的放鬆。哦。哎呀，放鬆吃飯啦，放鬆把上午以前的那個唔好嘅心情別停。好冇注意逃避咖避呀。係啊，食飯。食飯。係啊。哎，茶水間食飯，哪有一般上班族啊？茶水間食飯，其實就係脆片湯啊，冇注意改片本我們訂的便當啊。嘅係呐，像我去看我同事、我朋友上班偏檔嘛，係啊，冇辦法買嘅菜啦，冇辦法食到很華麗的菜，變成華麗上班族。哎，根本嘅咯，我出一張任務，本嚟主廚。啊，主廚任務。係，一天很記教當到上班族嘅朋友嗬，樣板啲當主食一餐華麗又現做嘅午餐，好冇？好哦。那這樣子出來，我講幾位大嗌。我們歡迎彭宣琪彭主廚。前期主廚90小姐，主廚昨天先打機。唔係記得人家出嚟嘅燒麵嗬，燒麵，唔啲根本唔接到任務當重嘛。啲有糖哈。我們要揭開任務，我講唔係講係你來為上班族注釋出好，係你有規則。乜嘅規則？規則出嚟講嗬，做唔得開了嘢貨，係你有3樣東西本你先。好，看一下好吧？有冇？3項。你有3項，烤箱，還有微波爐，還有電鍋，你有3樣全部做唔得先，便宜啦，做得先。我都買住，便宜。生菜沙拉，用手打拋豬。沒有，我想說我幫你準備電湯匙啊、熱水瓶啊，還有鑽木取火，便宜啦。我講你要上班的朋友啊，比如講可能有人在上班，唔過嗬，媽媽阿婆啊，你講練習看嗬，吃到當厲害，一天呢介紹本人孫的啦、奶的嗬上班，很幾賺嘛，一天要看咯，好冇？好，我照講面啊，你3樣東西來寫一樣來做。大家講一下，唔好成日做乜嘅？冇啦，我最後開飯上啊，上工本意放鬆心情，好冇？我點都係敬重。好，你3樣來寫哪3樣？哪一樣？哦，我先天幕。哎呀，你當好，你像茵茵哦，烤箱也抬不起來，微波爐也扛不動，你就只好選一個最輕的。沒有，我就撞來去講嘅。哎呀哦，冇人係想給 V 嘅幾嘅啊。我去扛。哎呀，你可以的，茵茵來電鍋。謝謝。為了證明哈，哎你搞正經的哦哈。我們小美女。係啦。電鍋。好，當然啦，先同大家講吼，因為你主廚嘅任務係講，為到上班族來做嘛，吼。因為上班族其實你喺上班族手愛啲嘅，有的較大嘅公司，其實天幕組唔單槍一隻哦，有的有3隻有4隻，當然沒有烤箱啦，吼，像微波爐安尼去。唔過你根據主廚喺限到了天幕一定有嘢用意，吼。比如講有陣時要用烤箱、微波爐嘅話，算得較精準。有陣時一冇注意出壞鐵嘅，有陣時你要帶嘅東西，嗬，冇按好帶。比如講有陣時你為到愛啲嘅煮飯，愛用大家建議係乜嘅？譬如講你啲屋卡做得成做嘅，做好做片帶啦，用你茶水間最簡單嘅recipe，嗬來做料理，好冇？天幕係最好嘅recipe啊！哦，插天，有水。看中嗎？保溫，啦！我上班啊，冇可能我電器煮好啊，電器愛少愛人啊。你一天都還要做事嘛？哦，冇問題㗎嘛。你用落去，你出來上班啊，安心啊。唔講烤箱，你點一下，你就去裝起啦，又變成媽媽，係嘛？中午豬肋排好，點一下，然後烤一下，然後回去上班，然後烤一下，啊，一天要問題㗎嘛？有錢嘛？有錢。唔過天幕拿出嚟嗬，唔係講最錢出。做得咧，真係介紹你
第一道用天幕做的菜係乜嘅菜？哎，你基本嘅遐咧，迄因客家嘅高麗菜風。哦哈，因為你啲客家風哦，風出去乜嘅空空嘅意思，有三風哪三風？那三風。冬瓜風、哦，錯。高麗菜風，還有風乜嘅？苦瓜嗎？苦瓜風。哎呀，很棒！哎，唔過。做風嘅東西冇咁簡單咧，要烹作，要生熱嚇，要乜嘅做太氣然之後呢？係啲辦公室做風會唔會太誇張啊？唔會啊，我基本搞嘅風哦，麥雞都識做咧啊。好，係啊，好簡單。麥雞都識做，都係幾細嘅好。而家你講嘅咩嗬？你做啲木卡做好了咩？啊，唔過你基本要從頭到尾搞嘢咩？係。啲木卡做嚟先準備嘅啦，係啊，準備來嘅時間，你就放落去風就做得了。好，基本你要準備高麗菜一隻，你分量唔可能啦，同事一起分享，啊，個一格色，唔一格片哦，一格色，跟住說辦公室冇可能一格咩？好，啊，我準備咗你啊，好多大黃瓜，哦，太內瓜，太內瓜，還有兩苦瓜，誒，黃埔，還有黃菜條。大中式魚肉，五行，四個而已啦。四的話就事事如意，四君子。哎，對啦，聰明，讚。四君子哪四君子？苦瓜，梅蘭竹菊。可以。這是蔬菜四君子。我們好沒默契哦，再給你一次機會。四君子哪四君子？高麗菜。梅蘭竹菊。好。好不好？好，就是四君子，就四個君子嘛。哎呀，四君子要在一起了。好了，來哈，四君子，大家看清楚。當然啦，因為材料嘅關係，大家就用沃卡有片呢，它好帶嘅。你出啲沃卡切好了，大家都有那個保鮮盒嘛。你穿沖涼。一隻保鮮盒就做嚟做嘅咯，好。除了四君子以外，還有皮料嘛。係有皮料，你嘅皮料也係裝飾用嘅。哦。你係用特別多鴨米用嘅，薑麻。薑麻、酸條鹽，還有嘅排骨。因為全部菜乜㗎？菜仔咩？你講啲排骨咩？你咧第一個步驟咧，你咧全部個卡帶好了未？哈，帶好來咧。其實你咪做得放落去裝嚟帶，哦，嚟講。你先做你嘅。好。你係用乜嘢？很多東西之後，你老皮吼用再洗嘛，拿出來，再用尖刀吼，然後切下去，切四邊。你安尼通俗啲屋卡咪做你成做啦。所以講唔是講一帶按刀白白貼啦。先到凍烘嘅菜先拔出來。菜先拔出來。我喺成龍太家講吼，近比雖然講介紹天幕嘅料理，當然啲屋卡做嚟做，你最主要係上班族嘛。你啊老師做嘅通俗，全部啲屋卡做嚟做好，做好你就帶一隻東西出去出好嘅，帶高麗菜，還有做好半成品，帶到天幕去做。你地位度啊，中意條配料，所以拿地位吹起來哈。做做生菜沙拉，做得，我得嘅咯，我客家人嘅清爽。係先，唔係。其實關等於辦公室，冇事睇做得啱保存咯，影響力。會做得好。你一講起來客家太菜，安尼本唔做起來其實亦簡單咯。簡單啊！你就講啊，客家你買高麗菜風，艱難，冇先難呢。啊，即個料理哦，你愛做就當簡單。係啦。你唔好按盤啊，按盤咧就落唔得咯。我睇下看吼，家老師畫出來就像一張板一樣嘅吼，安尼可以當一個容器，所以高麗菜風嘅基底。好來，撒下來。按你一隻碗咧，哈，按你。你啊咧，你先處理一排骨，你要滾水，滾水當簡單啦。你辦公室有那個熱水器。你唔是煮啊，那不可以用瓦斯。有規定。有規定。來，好了。你要為排骨燒水哈，燙一下，洗下。好。血水燙掉。血水燙掉哈，清一下，好，不用口水。好，你先來做呢個，做呢個，好，做呢個。那就容器哈，那個我要溫講嘅，溫講做得，溫講就做得。好，你咧苦瓜落去冰落啦，成冰苦瓜哈，全部洗過嘅哈，全部洗過嘅哦。好，蔬菜其中較硬心嘅，芒苗，它苗呢直接它吃，就塞給它薄薄的。好，就兩個綠色哈，用對面，用對面哈，落去冰嚟咯哈。
啊，了副瓜、太内瓜、黄色的黄埔，温暖色系。伊的那个颜色皮哈，全部向我背，向外，全部向外，全部向外哦，哈。哎，你一下哈，还有一最后一个动作哈，中出来张后视。哦。当然全部向外啊，全部向外，当然。啊，了，姜嘛无一道，係先。哦好。哦。姜嘛一天要油哈。要入面，要切片，切片。哪里？酸甜哦，姜要切係冇。幾隻？哦，幾隻好。好。我先不用你。你下咧，你愛留排骨，種下。加煎好小碎嘅排骨。煎好小碎嘅排骨落去切碎啊。好。放喺度，放講，好，謝謝。你下咧，你愛調味。兩態同時嘅調油哈。唔好調多嗬，唔好調糊，一玻璃出變糊色嘅。好。就好，謝謝。然後再加冰。開始結鹹，啲冇太鹹啦。係啊，冇太鹹嗬。好。能夠冰一啲嘅糖，一小。一啲啲嘅代替味精。代替味精，調味。變薏米。變薏米，老啊嘅嗬，調入冰，凍黃。用凍黃冰落去哈。要把它塞緊哦。好。要把它塞緊。哎，今天的冰看有乜個味嘅冰。哦。哎，其實我係冇冰排骨，我冰三層用咪做得咯。做得。係啊。調油倒落去哦，淋落去。好。調油。好。全部倒落去。好，加些水。倒落去。玻璃菜。哦，加種好誒，出廠就慣用，然後鵪鶉油嘛，有點哈，用鵪鶉就做啲鵪鶉塑膠袋推呢油嘛，帶去辦公室。哦，你用嘅保鮮膜先包起來，才唔會流出來啊，塑膠粒種好。其實今年還有一種甜筒係軟性，有，還有加個水煮好咧，已經很精哦。那糖落去多一半落去哈。好。因為高麗菜還是會出水嘛，你就鵪鶉。好，就買鳳魚來，當然，你知道電鍋喺度買全，喺度買全水蒸氣，水蒸氣會掉落去。哦，冇掉落去，你不要蜂蜜哈，你做唔對，就會防止水蒸氣停停，所以兩片莫落去縫隙，6點控係嗎？好，為什麼要熱水呢？為什麼呢？因為電鍋它一般是用鋁的做的，鋁嘅，那幾種冷水都給變小水的時間，你凍黃會產生致癌物。哦，用小水，所以小水的量要幾多？小水的量咁呀，你其實你食飯的碗哦，一碗就拉嘞。哦，食飯的碗一碗，迄講係你2杯咧。2杯差唔多3杯。3杯哈，好 ，OK。啊，小水哦，小水倒落去，倒差唔多1碗哈，用落去。好。水按你去滾了沒哈？滾了，你飲水機100度沒？按就清潔了哈。所以你上班冇行，你就去辦公室的時間就冰落去，冰落去，按就好咧。來，鉗過跌下去，跌下去。好。按你算起來差唔多係幾久？差唔多佢就1點鐘就好了。1點鐘，按一台半的水，3杯的水，1點鐘轉了，你要食咧乜嘢？高麗菜飯哦，冇就開。1點鐘嘅哈，哇，拿起來後咧，我哋一邊看唔到。哇，好燙哦！小心，聲音。好。哦。要隨後咧哈，1點鐘咧哈。大可能好。工作時間多嘅，要做得事咧。1點鐘，佢差唔多10點、9點、10點都得，反正佢冰唔怕嘛。係啊，你做得保溫啊。哇！好，讓最後咧，你要高湯吼倒去了。這個是精華。對，不要浪費吼。你還會方便我們把一讓來凍。好。OK， 好，謝謝。你還會留了菜夾過來。好。咩樣式？哦，要倒扣。要倒扣。用你倒扣咧，我講我太切㗎吼。怎麼倒扣呢？來，好，謝謝。拿一隻盤咧吼，辦公室應該有盤子。拿出來，聲音哦，上下對好哈。1、2、3。哦，好。然後最後咧，聲音哦，打過來。
哇，动班整哦。哎呦，这有手。好，你就样煎啊落去。韩国鱼盘公写一些煎豆下好呐。哎，哦，要消毒哦。好，哎，可能用煎哈做的，煎它讲的哈。你看玻璃吹咧，落落熟熟，很好吃。有当好煎，哎，有当好。玻璃吹有当甜。对呀。这盘公司安尼食就有饱哦。系啊，简简单单的、熟熟的有冇？系啊。开始家是都饱饱的。你睇下讲高汤咩？吼。嘿。你高汤咩用的啊？淋落去。淋上去。系啊，放淋落去。哦，安尼食的菜咩有湿湿的。哦。然后还有盐水的，不要蛋糕。天哪，这怎么会像是办公室的菜呢？豪华菜，很厉害哦！第一关过了，来丢起来。谢谢主厨，龙哎，你大家介绍点还乜该？高丽菜四君子高丽菜风。哎，你要做佛跳墙啊？乜嘅，就講佛跳牆。老师，你莫因为我帮你开掉的题目，你就讲要挑战我们。你真的很坏，我就已经佛跳墙很可怕，你还要再加码。老师，本给加码。我係你嘅好同事，我们共同完成来让我少学生变容易，所以等下我就会让你穷下去。走的。好，通识字典啊，走的分享秘史。小梅、小兰，我们来吃吧。四君子。是啊。来了。天福真是一个好东西呀。阿龙讲按你出来就唔强煮。哎呀。也讲太冒汗呢，你只要是不用上去，天福海保温。哎呀。哎，这个菜实在好甜哦。那冇相信你喺天福做出来。迄讲一般人啊，啲木卡嘅话，按你冇用天福做，要炖幾久？冇用天福做啊，要全要差唔多用鑊嘅炊，要炊咩3點鐘嘅樣。哇！我冇想喺上班時啊，其實心情會很開心呢。係啊。當初食下豬就有精力滿滿嗬。係啊。錯，有動氣。你按多嘅配料有冇？營養都充足嘅啊。有冇？有有。紅蘿蔔、貝塔胡蘿蔔素，有冇？南瓜，係啊。哦，還有肉，係嘛？還有副瓜，清涼退火。運動慢慢，有放片。第一關過關，bang pass。第一關嗬，我之後咧已經看起來當難，唔過做起來當簡單，還有本大家講一下料理嘛，天福。有。來，哎呦有哦。有哦。乜解？有。你要做佛跳牆。啊？乜解？就講佛跳牆。老師，你莫因為我幫你開掉的題目，你就講要挑戰我們哦。佛跳牆簡單啊，當到東西呢？係啊，簡單哦。係啊，簡單。那看佢簡單哈。好。咁講韓國是養生，都做咧，跟住會係養生的，好唔好？你真的很壞，我就已經佛跳牆很可怕，你還要再加碼。老師，本給加碼。要散佛跳牆。做這養生嗎？做得來，不過去看肉乜解？藥膳佛跳牆，很對人講哦。藥膳佛跳牆，阿龍講老師，雖然講係開啲題目啊，你真係敢挑戰，我自家啲屋卡唔好講係上班，我自家都唔敢做誒。你講上班要做樣板煮。佛跳牆誒，聽起來是大菜誒。係啊，韓國菜料會很多，辦公室嘅緊緊做得出來。佢下厲害做乜嘅？藥膳。
对呀。药膳入佛跳墙，跟所以讲到这个药材咯，食材啦，用乜嘅食材？你特別看到嘅，枸杞、鳳佐、球芽、中肉菜啊，你係當歸、兩種世界，熟梯，熟梯，你知熟梯是什麼？我知，熟梯，熟梯嘅是補血。穴位，腰酸容易腰酸背痛，好，啊，韓公司是因為要切作錯呢，所以繞骨嚟補一下，補脾補助，風佐補血氣，除了3種為主，主要藥膳。哦，佮其他除了你搭啲佛跳牆裡邊都不食到嘅，譬如講，我最好食係乜嘅？有誒，排骨一定有，還有底部的筍米來之筍，哈，當然還有蹄筋，哈，香菇一定要有誒，你還有乜嘅？哦，你啱最愛嘅魚翅，哦，不過兩種運動係係天然嘅咧，哈，植物性。我們這個保護意識抬頭，哈，沒錯。還有蒜頭一定要有誒，好，甘米。有辣椒誒，嘿，當然最主要嘅佛跳牆底部都一定要有誒。配菜，拍菜哈。當然啦，你講佛跳牆看嘅東西較多，不過順序怎麼放，樣板標，還有你特別最主要嘅係做上班族嘅料理哈。我還要強調一遍，第一卡最容易啲嘅東西做好，帶到辦公室天幕去燉，哦，好了，開始做。你佛跳牆佢聽下講到一個重點，佢樣板佢標東西真重要。佛跳牆佢做乜嘅用八條料？八乜嘅？八條啊！哦，嘅八條啊，叫做八條。佛跳牆那個碗，好像嘿，忘啦，你像你公園嗰隻啲啊，年菜有冇？佢用嘅八條嗬，都算到前啲位度。唔過你送佢只八條啊？因為我嘅八條，食起來真係米絲嘛。你像講聽下講嘅，其他層次標嘅是隻有經嘅層次。哦。你料嚟先來處理下料理哈，好，其他全部東西呢，你排骨呢要浸少水，同樣浸少水，你飲水機要計少水100度嘅哈，你落去，放落去哈，哦，落去浸面，浸面下洗下啦，好，落個血洗下去用做咧哈，好，你洗下哈，好來，排骨唔是多哈，唔是多，嘿，你去多，你中意去多，就不用太多啊，哦。你啊，你蒜頭魚，你一隻一隻嘅哦，一隻一隻嘅哈，剝掉嘛該皮，皮，好，真好，很棒，好，你啊大白菜就拿過來，你呢攞去切，好，同樣我頭切，按開醬呢，你唔是用按刀，哦，你辦公室咩，小就做得咧哈，你係要細個咧哈，你來剝佢啲皮。看愛幾皮，幾多皮，因為天方面冇幾太咩。係啊，我根本準備1公咩冇清太。既然差唔多做3-4人份咯。係，差唔多哈。哦，你攞佢過下食要細個咧嗬。係細個咧。過到按太皮哦，冇油嘅哈，油嘅很容易酸掉。哦，係啊。真嘅哦。油啊，佢當腳酸嘅，所以就將佢抽水去。哦，真嘅哦。所以你啊，佛跳牆什麼太皮。哦，切太皮。跟人食菜啊，食唔錯啊，要撈到真係酸白菜。沒做對啦，你把它當酸白菜，你要做對啦哈。好咧，切好咧，你要放落來哈。哦，我切辣椒誒。哦，辣椒。切一半就好咧哈。除咗皮色之外啦，哈，係我知道一定要有啲辣辣嘅，真有辣椒嘅香味。跟住啥來做乜嘅？嚟，你嚟攞冰，八條誒拿出來。哦，八條。你辦公室嘅天網冇按過，很多屋開時間就下過對位唔下。哦，你聽可能冇按到，要量唔是按到。比較大嘅。係比較大嘅。好。哦，你話排骨拿去咯。好，排骨加浸過少水嘅拿去啦。你要先調理一下。哦。磨米呢？係冇細個磨米咩？好，謝謝。你細個嚟磨米，哦，嚟你調油。好啦。哦，調油。韓國成粒一起調油。調油，差唔多1湯匙。差唔多2到3湯匙哈。可能用2湯，用按少，用2湯匙就好了。好，2湯匙。還有乜嘅？謝謝。什麼？按你做得咧。按你鹽。好鹽。你不用少鹽咧哈。我捏它嘅哈，我捏它調理它。好。好，還有乜嘅？胡椒粉。胡椒粉嗱，哦，要拍胡椒粉。拍胡椒粉哈，一絲絲嚟就好咧哈，唔是多哈。韓國你辣椒嘅。蒜頭向下飆落去哦，捏它呀，調理它哈，每種是這樣捏啦哈，每個用筷子，好攪拌一下，
也做得，让变黏咪，你要全部放落来。哦，肉馅放落，安尼盆头伫摆度，好。啊落呀，枸杞放落去，叫，唔放先，唔放太多，唔放太多，好，不甜甜。红枣60就好嘞，好，不是剪开来哦，不是，好，只会洗个汤汁，好，然后安尼中药，哦，中药一丝的就好嘞，好，唔放多，安尼分量冇真多，好，也讲诶，五个表面蛋吼，好，提筋放落去，哦，然后安尼竹笋。放落去，迄落铺皮，摆皮没有，可以铺皮片哈，铺皮片哈，让你哈，然后对啊，安尼大白菜，大白菜来了哈，哎，不用到叠起来哈，因为安尼了会保鲜膜会封起来没哈，你是按做哈，鱼翅就表面蛋，好，假的鱼翅哦，对，假鱼翅，安尼有时机个口感，哦。然后香菇表面蛋吼，然后放一丝丝的高汤，迄无爱按皮咧，安尼就放小水，用小水要放比8分满，唔好放柠檬，好，做乜该放8分满，因为安尼个拍菜还没上水，哎，对，拍水还没上水哈，所以咧8分满，好，给2分迄酒嘛，迄粒酒咪要落去，爆米当落去，落去，好，落去以后咧，保鲜膜将来，谢谢，来啊，好，过来封起来，让它唔会有许多个锅子的水，其实懂简单哈，你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来，当然啦，你识个佛跳墙材料的几个摊菜，就提讲佛跳墙里边都一定要有的东西，准备好来哈，唔是太多的讲，我切来切啦，切片切，你看像大白菜甜甜嘛，你看香菇也唔是啊，嘿，还有像还有个技巧啊，龙太讲，家老师讲的。唔好全部放起来，哈，留2只空俾透气，哈，安尼其实喺放起来做得难，就带到公司去，再个打开来，有冇？打开，不用水，天花不用几多水，打开来，好，佢本来就有水嘅，哈，我不用吼，不用半碗水，我不用落去，好，好嘞，小水哈，小水哦，好，等下你要就。盘呢，它浅有吗？它浅，这样叫小碗公。哦，小碗公来，这个吗？哎，好来。哦，你要跳一下。小碗公，哦，那个做下高的。哦，用爱的哈，好了，第二张。哦，是蒙你，让它度过狗了。嘿，先生可能係呢個好同事，我們共同完成啊，讓家嘅少水生變落去，所以等下我就會讓你窮下去。做得。好，通識字典啊，做得分享美食，係嘛？好，掀起來，掀起來，跌下去。好。頭你啊，天幕動厲害，安尼差唔多咩要注意點鐘？係差唔多。還有差唔多，係講12點愛開始午休吃飯的話，11點差唔多做得表。我啊，早上沒有9點半的早茶時間。係啊，先表了。哦，反正佢燉你唔怕嘛。哦，燉你咯，1點鐘轉來，原來是安尼佛跳牆。1點鐘過去咯，哎呦，笑呼呼的哈。來，聲音哦，聲音。小心。小心哦。其實啦，我吃到Andy 因為佛跳牆做得更難咩？小心，做得更難。故說講不用急救都唔怕，因為愛用拍菜底部都嘅甜，哈，煮出來。哇，好棒哦！好，你阿用菜板公時也太豪華了吧！佢出嚟根本要本煮出嚟任務啊！這個上班族要媽媽講一下，你家其實準備冇幾多，當然因為佢有藥膳嘛，藥膳哪幾種啊？本他家記一下。枸杞。係。紅棗。當歸。熟啲，啲4種就好誒。
譬如讲，我做的标舞做。 做的没做的，没做。按你算起来的办公室没做的做很豪华的料理，当然以你的你带的东西啦，哈，比如讲一定要方便为主，方便又是到华丽，又是到健康，哦，哎，我舍不得把它弄开来耶，怎么办？先不要弄开来好了，我们先试试了。好了，先试试哈，你也急了哈，哦，批了当香，等起来，龙太家讲，你住处搞上班族做的什么该？ 要上佛跳墙。对喽。按永远没法啊，要抢派在公司的同事回去。哎，我们公司福利好好哦，我们在吃佛跳墙。我用的是二头肌的力量。哎，学以致用啊，这么二头肌。那现在来，我要来手腕的力量。手腕，明明就是妈妈。真的。感觉你该肥容啊。我有中过田。这虎头蛇尾啊。儿子应该很喜欢哦。 结果是，人家自家出来提哦，有我很强哦。其实嘞，好，动起台。唔过讲起真嘅当简单。关于养生嘛哦。我觉得我绕过酸痛都好嘞。最近哈，上班也认真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冇想到天猫做出佛跳墙。 魔术嘅，你比如講你泰飯店啊，你係講你是攀竹式嘅哦。你看，你係烏嘅，有肉嘛，狼肉又綿，還有我攏講，你啊佛跳牆入邊度，當然嘅面嘅嘛個提筋，太厲害嘅啦！你看你接到嘅白菜的汁，好。 我想唔相信你天貓做，我講我哋辦公室時候，我係按樣型嚟翻啊，要搶派在公司的同事回去。哎，我們公司福利好好哦，我們在吃佛跳牆。我今日上吼，我是包本寫好咧吼，我係做嘛個十個那是天貓去，我十個是工作，3點我係是下午茶咧。哦，哎，你兩人真人，你真人當紅啲嘛？ 天一關，人家冇本人過關，有過關嗎？有過關，吃光光了 pass。你阿意思係談嘅事了。你大概看到煮出來，你就想要點心沒哦？他在煮出安可愛，我覺得你是在瞪我嘛，我有點害怕。沒有，不會。煮出安講。沒有，我是想說你要出盤算的嗎？沒有，我這樣出干唔會做誒。冇安講。健康人就講，你看因吼。 按高水，來見到佢眨眼睛，啊，想講唔會出街咁，唔會做嘅冇啊。健康啊！你平常時都做甜的比子，你有乜個點心做的變化嘛？做的，你倆當做食飽了有嘛？你就攞佢做一隻下午茶點心。真緊做得咯。係做得。唔係乜個變解的喎？沒，做雞卵糕。哦，雞卵糕。係用甜薄嘅。冇香用嘅。甜咩啊？用版冇香用。 甜嘅講一啲啲鹹呢？哎呦，有甜有鹹嘅雞卵糕，來看一下啊！好。鹹雞卵糕，我攏講你啊，當到地方啲流行吼，復古就是古早米絲嘅雞卵糕。不過鹹雞卵糕咪算一種啦，吼。來吃到啊，啲辦公室，你點點的帶東西去，當住嘅時間。 用天幕打開了，哎，像我這種心機很重的，說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萱琪，哎，依依，不好意思，我們中午可以請你吃飯啊。天幕打開了，哇，哎呦，鹹蛋糕是很酷，有沒有？如果我要追你的話，哦，你會不會給我加分？
会。会，型男主厨啊，不考虑是不是吗？会，好了，那你要看我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我跟你说，我会考虑啊，真的太心机了，加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加1分，这就是同事在茶水。加1分。嘿哦，茶水间去安讲。第三关出来做鸡卵糕，鸡卵糕当然啦，因为点心系嘅强项嘛，哈，鸡卵鸡丝它含鸡卵糕肉糊，你睇乜解？同香嘅香葱哦，香葱，香葱，尤其吼，人家鸡卵糕通嘅香咧，嘿嘿嘿。師傅今日用嘅係你係皂嘅嚇，皂嘅風香松，好，當然雞卵糕嘛，一定要雞卵啦。不過鹹嘅雞卵糕啊，真係蝦少食到，還有加葱嘅。加葱嘅。哦，你香葱嘅陪襯一下咩？有感覺到。就是也要健康一下，好，還有奶水，奶水，泡打粉，個糖，個麵粉，麵粉用低筋的喲，低筋，嘿，做雞卵糕低筋哦。當然啦，第一步卡要先做好嘛，後來開始就簡單做，樣板準備。你啊，係你的大豆沙拉油，沙拉油，哦，你要沙拉油，唔好大豆沙拉油，還有個可以代替的，就是玄米油。啊，玄米油，對，玄米油也不錯。好，來開始了哈。先切蔥誒，蔥誒要切花，切蔥花，蔥花，切油。你剛是不是想要講英文，又想要講客家話？英文，是吧？哦，你切咧吼，唔好燙醋，也唔好燙油，燙油吼，你一下去煮嘅時陣，佢就會糟嘅。哦，你燙醋，切起來要卡蓋。你就切0.5哈，0.5毫米哈。你要蔥嘅切好就放落去了。好。哦，你啊咧，你來做雞卵糕，你啊卵咧落去1分，哈，蛋黃跟蛋白1分開來哈。好。20克嘅裝蛋白，20克嘅裝卵。你本來咧是要夾咧，係有聲音。嗰種切咧有冇？唔講係哦。按口嘅時節，用切咧，落去蛋黃夾咧，漸嘅條向上啦。夾咧吼，佢就唔會爛掉。爛拍好嘅吼，爛拍好咧吼，你先做你方嚟吼，亂醃，亂醃，咱忘了會留一絲咧，一般嘅糖吼，留一般嘅半蛋白嗰片吼，調下，調比圓，1比3，1比用哦。要用哦，一定要用。冇等下做嘅東西要佢糖冇用吼，太重叫不沉，食起來吼冇圓，你也要撇甜嘅冇淡。你係一張眼睛，一張眼睛就人家雞卵糕看下過去哦，會多到水晶狀，布靈布靈，冇用。黑矮真人做錯的話，我就說不靈不靈，這是絲滑插牌的。真人你看哈，冇用哈，佢就糖嘅成分就冇結合進去啊，就會懂得結晶啊，不一塊塊啦。你啱啱上嚟切咗啲嘛？好，好來，好你啊，奶水，沖啲主要感覺嘅湯慢慢用睇咧，因為你撈嘅水咩，撈油咩，嚇。哦，你啱解沙拉油，沙拉油嘅啦，嚇。沙拉油哈，泡打粉，加泡打粉不用了麵粉底部度，你還低筋哦。好，你要過篩哈。吃也不用哈，你要過篩嗎？有好。企業醬啊！哦，企業啦，是蒙年。安尼啦哈，其實過篩較好啦，因為你要通咗吼，做啲本牙雞卵糕，等下需要它綿密。好，你加麵粉加下去咧吼，慢慢嚟煮結塊咧吼。好，你要調比如哈。好。你要嚟打蛋白。哦。好。所以你家裡有這種小機器啊，這很便宜又很簡單。很簡單。好。對，一開始就攞佢用快速嘅哈，好，攞佢大米飯，好大米飯，你這樣好重要糖咧，好，先打第一邊，第一邊，剔泡咧，用乜嘢？剔泡，係啊，好，你打落乜嘢？你要剔泡嘅啦，能啊，好，不用糖，多一半，你做2輪，好。好來，好調啊！我哋本做2擺先嘅，本啲嘅添調下潤，好，冇到直接肉嘅味素，湯冇打到，就吃到一口非常甜。係啊，你要知道你多糖落去哦，你要知道其他
蛋白膜、空溶膜，係哦，你睇下面面，變當油，行多一通，變到它緊，食它緊，我記得咧，田上有教過，唔講我打到邊個咧，已經唔係跌下來。好學生過來哈。好。存呢糖不用下去。你看有見到緊哈。係啊，見到緊好，沙來呢？好，蛋黃給我。好，來，謝謝。好，加個蛋黃哈。那底料一般一般的標。一般一般。那你先標一般。標一般。標一般。好。好，還有條條愛哈。因為你基本做的蛋糕很扎實，所以給它嫩哦，很硬。係。用到啲增威圓哈。係增威圓。起一點。起一點哈。係咯，全你倒落去咯。好，全你全部倒落落。好。都給條愛。來，謝謝。直接用力刮刀就可以了哈，就可以了，拌均匀就好了。好，下位好，你俩都倒一半，好，倒一半，倒一半，一般不用嘛，该嘞，不用料，不用，下咩料？哦，再会让你不用。好，我想要分散一点，哎呀，好吗？用福，教你一个方法。好，好，对，你做的用叉子哈，让你哈。哦，你像妈妈都在种菜嘛。真嘅咩？你种哈，好好好，來，好來，沙來飛啲啊哈。好，強樣。然後就下面。好，我用的是二頭肌的力量。學以致用啊，這麼二頭肌。那現在來，我要來手腕的力量。手腕。還有了，從來不用嘛。從來不用。那這個用上臂的力量。我用小臂的。你看小臂位哈，全部不用動昂嘅，一下去都碰水面哦，就會麻嘅。唔係啦，唔係，我講碰水會逼出來。好嘞，好，好啦，過來。從第一層哦，第一層哦。你看哈，倒碰水哦。好，倒啲碰水。碰水開始倒哈。冇該料哈會浮起來，你看。哦。天天浮起來哦，你看。好漂亮！用碰水慢慢倒中哦，咁料全部就出來咧。還有底8分滿，還有底部度嘅氣，這樣唔會，嚇窒到嚇。8分滿哦。8分滿就好了哈。好，過來，萬一我再會示範過嚟，萬一。好了。好，用腹。全部全部壓下去。對。全部逼下去。好。你看。茵茵就是媽媽，真的。感覺你該肥容啊！我有種過田，係嗎？盡量不用變黏，不用變黏，全部不用落去。好，好了，你看看啊，這虎頭蛇尾啊！兒子應該很喜歡哦，虎頭蛇尾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我來當種嘅，我就來給種。哎，冇得個切。好，用力拌。面紅唔怕呀？面紅唔怕。哇，好多啊！如果你不想吃那麼多，你們喜歡多，你是不用錢。係啦，係。好，好，做對啊。綠色嘛，係啊。蟲嘅不用它倒掉嘅，只有蟲嘅啊。你好吃哦。好吃蟲嘅。奶酒體。那個蔥切好咧，就全部撈啲下去，唔是料咧。係。好。好，正件啊。哦，好咧。中央保鮮膜係嘛？對，保鮮膜。來。老師，呢種做全縫起嚟，也要留縫。留縫，而且你留嘅哈，唔好按痕哦。保鮮膜唔好按痕。係。俾只膨脹的空隙。好啊。你看，用用嘅哦。講兩鼻水聽聽。好。有要用嘅哈，用一些。好。包括本來有水嘅出來試看啦哈。嗯。來，不用落去。好。不用落去，掀起來哦。等下打開來，你30分鐘過後，你就會唱生日快樂歌咯，咪這塊。30分鐘過嚟哈，我吃到啲潘公山粥以後哦，保鮮膜包子我也不知道裡面變什麼樣。要緊壓嘛？哦，緊壓我做出來是唔得。真緊，好來，聲音點位哦哈，保鮮膜。輕輕的把保鮮膜打開。哇，我們的鹹蛋糕，哎呦，騰騰就出來了，厲害哦！那老師，我們現在要脫膜，知道嗎？對，
那脱模呢，你就拿一个尖尖的刀子，或者是这个，哎，这个不错哈。嘿，棒子哈。轻轻的把旁边拨一下，好，让你擦擦哎。那拿一张盘的有冇？一样倒扣哈。倒扣。点它戴个手套。哎呦，生意哦哈。两个要那个 match 好了。1、2、3，哎，好紧张哎。期待，对不对？嘿，哪有？好。我写哦。哇，来，再把蛋糕翻过来，我们要切。翻过来。1、2、3。不怕啦，还是很厉害。马上讲嘛，好，家长来加油加动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切给咱个哈，切开来。一定要盘里切最好咧。好，还有同时的，盘里切到这里哈。好了。来看一下同样，加安尼微暗度的料伫底摆度哈。马上讲办公室动无聊，用精神机哦。哎，其实人讲伊简单呐。哎呀，那做头家一天要看两次。从第一个软工才改，茶水店做乜改？什么？你盘的吼，迄个加去董事长的办公室，哎呦，董事长的办公室拿的，吼，去抢银行的，拿出来，来，调起来，用大家讲，哎，你旁住处去抢大家室的，系嘛个？下面几人讲？对哦。过关吗？棒，过关。那种你知道要重力加速度的感觉，手很痛。你用哪一边的力气？阿 King 啊，拢讲这英吼正经做事唔免来讲，对吧？用诶。有没有茶水间的八卦来了？你个面包体做动个重法留个肉脯，刚好咬下迄个时间。你现在时间有吃过一种面包吗？就是肉松面包。当不会有重法。都得很热卖个种。哎，有这种感觉。复古风有吗？哎，好好吃哦。第二关让你当主审了，有没有过关？有。跟卡斯。哎，你没有 feel， 要这样子。你问我有没有过关？有过关吗？过关。那种你知道要重力加速度的感觉，手很痛。你用哪一边的力气？主厨是问伊呢，大摆都教书人的任务。不过咧，你也管讲啊，希望下摆啊，还有很精彩，譬如讲分上班族的啊，分学生的呀，要有其他的任务，向了挑战，好吗？好。什么意哦？下次我真的要出钻木取火，垫汤匙。好，可以，我们就在这边吧。郑英雄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乡亲朋友，妈妈，你也帮我用妈妈还有阿姨讲，然后卡生意你上班唔怕，跟你讲，你重播的时间，一天的收看，你还是要家有好事，家有好事，因为你上班时间除了可以当华丽的上班族，还做的是华丽的午餐哦。爱看好食的，爱糖好糖的，还有感通的，全部的家有好食。欢迎各家来主持。上来了。今晡日家有好食，在天王任务，高亮为大家继续完成。然后呢，你的药膳佛跳墙。能够四君子高丽菜风，能够咸蒸蛋糕，希望大家做的是做爱哦。馆长大家都办公室，嘛做的是都高级5星级的料理，希望大家任务完成，谢谢。